來看中華鹿港一間賣煮爐的店，透早5點外才拄啊開始備料，就發生着起爆。講這個頭家娘當咧無閒，結果邊啊熊熊衝出着火星，然後就爆炸燒起來。都參坐佇個門口的頭家，嘛互爆炸衝擊力當場震倒在地。附近的住戶聽到爆炸聲，馬上衝過幫忙拍火。啊，加在兩翁仔某攏有走出着火場，也毋過攏受着傷咯。頭家娘下衛生群佇無閒，想要到煞出火，煞來爆炸，規店面攏是火。坐佇門口這個頭家嘛，準一個轉立坐，頭家娘趕緊衝出店外喊救人。住佇附近的厝邊隔壁嘛，聽到聲，煞來衝進前來鬥相共。雄雄講一下火足大個啊，已經做阿媽燒去啊。今日米外發生佇中華鹿港一間做煮爐的店，透早5點外，這個頭家娘要傳料，熊熊發生起爆。這個店面佇三角窗，加在當時毋是上班時間，車流量無大，嘛無傷到過路人。瓦斯外泄，當他就進去點火的時候，瞬間就造成氣爆。老闆娘她本身有着火。熊熊發生這款代志，頭家娘根本就袂負反應。相對到現場的時，這個單位內底依然也有火，同時佫一直出現。有人提滅火器來鬥相共，阻止這個火繼續傳出去。加在頭家娘佇第一時間有走離開現場，身軀部分的所在有受燙傷，意識真清楚，無生命危險。甲頭家兩個人攏互送去病院。失控，後來那個阿姨自己把他拖出來了。那我們拿滅火器幫他救。警察人員佇現場圍封鎖線，避免有人佫挖進，嘛會進一步去調查起爆的原因。有一個什麼鄉親佇事後將監視器畫面鋪上網絡，提醒大家，講若用家屬用火一定要特別細緻，若真正盜火，千萬唔通向講，應該先將家屬關起來，再去拍火，和這個危險降到最低。你好，我是宋彥明。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緊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